曼聯消息將喺冬窗送走5名球員。舒克斯喺冬窗開啟前，舒克斯嘅轉會事宜推進最為深入。呢位荷蘭前鋒極有可能喺不久後加盟羅馬。馬拿斯亞26歲，上賽季下半程曾被租借至燕豪芬，但租借期滿後，雙方並未就永久轉會達成協議。佢同曼聯嘅合同將會喺明年6月到期。點解曼聯嘅人都冇人要呢？高里爾之前佢被租借至西布朗期間有穩定嘅出場時間，但不久前因傷返回奧脫福接受治療。亞馬斯呢位18歲嘅左後衛，本賽季上半程加盟石洲三，儘管球隊整體表現不佳，但亞馬斯嘅發揮堪稱球隊為數不多嘅亮點。迪亞高利安喺今年7月以最高700萬英鎊嘅轉會費加盟曼聯。呢一位小將首次得到巴拉圭國家嘅徵召，並喺對陣韓國嘅比賽當中完成國家隊首秀。點解阿摩連唔俾機會佢呢？